周星驰，星爷近期到各地宣传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。星爷透露，自己曾为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向导演下跪。原来要求完美的他，当时回家后自觉有句台词说得不够好，便回到片场恳求导演让他重拍，还不惜下跪。他说的云淡风轻，却让新人女演员听到落泪。周星驰在片中饰演跑龙套男主角王宝强，和演出临时演员被提拔挑大梁的女主角鄂靖文宣传，一起接受凤凰网专访。周星驰透露，跑龙套出身的他，早期在电视台演些小角色时，某次有一句对白，拍完后觉得自己说的不好，回到家还在想。于是特地搭车回电视台向导演恳求补拍一个镜头，我记得我好像有跪下来讲导演，给我再说一次。导演见状，于是答应他补拍，不过他遗忘了当时是拍哪一部戏。而这段故事让在一旁的鄂靖文也感触落泪。他表示，因为这事情导演跟我讲过，所以自己特别感动。一旁的工作人员也说，就是周星驰这种求好的精神，才有《新喜剧之王》的诞生。